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现任的董事长杨定娥，曾经是这个金门上届少年的馆长，伊的家族所属的金兴海运公司，这16年来摕到中油8亿外的运油标案。啊，讲伊的老爸杨淑元涉嫌家己为陈雪生来乌洗，向中油施加压力，提前来解除掉标案的合约。啊，陈雪生是来背回讲，伊只是转交到侦证书，并无受人的乌洗。我想待会就会晓得。准你做北农董事长的杨定娥，曾经是金门县上少年的馆长，家族所属的金兴海运公司所发生运油的弊案。航天在上。杨定娥老爸杨淑元较早是国大代表，因老母是金兴海运的负责人，旗下金航2号独家承揽中油运到金门的海上油料运输工作，前后有16年，标案总共是8亿7千万。5年外前，准宁将其40年享伫海上故障，捌引起断油危机。本来应该找代替准继续履行合约，也毋过当时的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调委陈雪生开协调会，干那是事业要求提早解约，赶紧结案，爱中油家己去找代替运油船。说金兴海运的出纳20万块，写讲是陈委员的交际费，陈雪生被指控收红包。谁都会收什么东西嘛，莫名其妙啊！转换掉了没有替代的船可以运油，那这个油如果不运的话，金门那边的油就有问题了嘛，是不是？我身为离岛的立委，我只是把他们文就转过去给中油嘛，中油就回复了说可以替代啊，他们都可以帮他跑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他们公司跟中油之间去协调嘛。陈雪生无承认有收红包，讲只是转交侦证书。因为离岛资源较少，金门拢是挖购往回高雄邮轮载油品，既然甲出问题，就解决，想袂到讲会加入这个收红包的风波，检调会搜索甲约谈去调查案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